哇，今难得的机会，也要伫咧中秋节期间呢，给咱大家哦讲几句话哦。现在我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蔡议员。各位我讲你的好朋友，歹势啦吼，各位老朋友，因为即马县区合并吼，我的县区伫台南市13区内底。 面积占20.76%啦吼，哦，今仔足侪位，走无啥会记吼。大家可能唔知影，咱新营吼，我细汉拢按细汉拢伫新营大汉，等起来我也是关心咱电影的事务啦吼。像我规日伫咧关节边伫新营求职的议员就是我。本来即届我想要伫新营求职啦吼，因为有改选的关系，大家唔知影。 咱的办公室、地价税咧起吼，阮替咱政府做侪权益，无办公室、地价税唔也起安尼吼。老实讲，咱的蔡理长，我要连任哦，大家要困觉甲支持吼。我真本土啦吼，真认真啊地事务。我最近有一个新亚协会做评鉴啦吼，我是台南市第1名以外。 就是讲我出席率、我问政时跟内容吼，第1名吼。当然毋是讲安尼，我个表示真好啦吼。咱也知影我伫新营常常咧办活动，为咱电影的权益，我常常伫议会咧努力啦吼。像我最近咱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了有寡球场的改建，吼，也是讲咱地方做者建设经费，吼，做者效益建设，我拢真认真咧争取。不管安怎，咱的。 民主政治个是投票政治，个是由百姓认同啦吼。我叫阮理长，赶快接受你们的检验啦吼。大家认为阮做了袂歹，希望阮机会下当继续替恁服务啦吼。拜托大家，祝大家佳节愉快，大家谢谢谢谢。来感谢咱蔡议员各位吼。 由于即届我咱甲咱赞助3万啦吼，毋是我这站，我还袂讲诶，我讲还袂煞。最近有做水灾啦，我替你长讲一下。咱这附近迄个社区的水灾吼，大面水是按新东一平流过来。因为咱这中排吼上少吼流袂出去，咱的理长。 甲河庄局争取5000多万，不偌久要发包，是毋是甲拍包一下吼？所以我有听人对伊批评啦吼。因为老实讲，一个理长，一个议员要争取1000万的困难度真悬。因为做水灾的关系，新东里边拢淹水，遐透袂去，拢透完王国里迄个高一平的什么社区一平啊，迄边较新起较水啊。为人对伊无满意，我有替伊解说讲，理长有争取，可是这个单位有牵涉到国税局的地。 要经过国税局的地，国税局敢要免费提供土地互你起，我真困扰。第二，还有中央要有钱，地方有钱，你要甲地方出5000万吼，困难度真悬。哦，所以理长来足久，较早讲个咧努力啊，无结论啦吼。老实讲，伊介想拜托叶明鼎立委啦吼，也有斗下手，但莫甲误解啦吼。咱讲也无咧做代志，其实也毋是安尼吼。这地水吼，要讲下吼。 上来做一定无法度解决。谁来讲我讲？咱即马地水的标准，每当每日啊，250到300毫米，一日24小时超过这可以做水灾，这个绝对无法度解决。因为暴雨集中到某一个地方，有时水河放水，有时像这中排小排透袂离，有时海口涨水，有时堤防崩溃。哇，这足侪因素，有诶像台南市平寒冬。 破去下线，所以以后可以做水灾咧吼。我刚刚保证，毋过好个在，即马选举到吼，按5000起啊55000啦吼，按5000起啊5万，我毋是咧管这新条，本来5000尔嘛，即马选举到吼，某一个候选人的民调落来吼，减发5万，加发5万啦吼。咱这后音就爱去切吼，9月2月杂志啦吼，所以选举毋是无选举就吼，歹当个淘汰。 选举无代无是加5万啦吼，因本来发5000尔，即摆发5万5啦吼。我普遍非常相信，毋过即个无建立制度，我感觉毋好。毋是讲选举搞加发，无选举无加税。发5000，有选举发5万5，这个制度我感觉拢毋好啦吼。甲理长讲一下啦吼，话莫甲误解啦吼。首先一条
一条水沟要做，一个中排要做几千万的，你这拢袂认定你。阮一单个预算才几百万尔吼，我会当争取的无足济啦吼。也是较替你这曾经一个台卖甲5届啦吼。感谢咱最近这个总理议员吼，因为吼有伊安尼讲有当时啊，我咧讲有当时啊人佫无要相信，就是讲咱有议员甲咱佫做一个解说，咱才会清楚。因为这届水灾吼，因为有一寡迄个前瞻计划的案吼，爱摕前瞻计划的钱吼较济，因为好几亿的，还有好几十亿的钱哦，要来建设我们这个。不止我们新东、皇宫，还有我们新营地区的大排水那需要咱这议员，不管什么人动算，拢是爱有这魄力啦吼。我是要讲起爱感谢天地之外，佫有咱这咱皇宫之外，佫有咱这有为议员，咱在所有的议员咱新社区的议员甲我斗相共，我才有法度啦。希望这条前瞻计划这条钱会使算亿的啦。这条讲标袂出去啦。我讲我咧甲立委顶咱立委有咧甲讲拄仔主任伫遮啦。伊讲若钱的关系若欠一亿，伊就有法度啦。讲好啦，紧甲阮做个，定来咧淹水其实嘛毋是办法啦。人拢会讲你是安怎做大家拢会淹水，但是即摆你落雨桥较早无共。真正，即摆雨量咱镇拢靠这排水咧排水，所以足侪种问题，讲咱这断水面不够，有当时咱这中排、大排消了袂去就淹水，这是全面的啦，毋是单咱2公里，咱2公里算足悬的所在，会安怎淹水？就是咱遮。咱遮若淹别遮一定比咱较凄惨嘛，对。所以呢，咱还好啦，咱离这个会使讲真好的所在圣地啦咱会当一只做好咱各位伫这个所在会当做好事讲好话啦，做一寡好代志，较要紧啦。直接感谢谢谢。咱呢来接下来咱迄个新加乡咱即个林先生代表伊来。以后咱要迄个新加乡要来选这个议员有机会啦，为咱地方服务啦。我是无分党派啦人若要来甲我做，我拢做欢迎。希望讲以后若当选，甲咱王公里甲咱搁加强，搁做好较好势。伫遮来欢迎一下咱迄个新加乡林先生我才拄好，我早就熟悉，我毋知伊个名尔来。就咱辛苦的里长啦咱蔡明勋蔡里长，搁后壁集团，真歹邀请的贵宾啦来今仔咱帮地乐团今仔会晓邀请因来咱表演是真正足无简单。问好着咱皇宫里坐乡亲大家晚大好我是新加乡市议员参选人的先生因为真歹势，因今仔足大阵加乡真正做无啥会出来，派着红婿来甲皇宫里遮甲大乡亲问好。头拄有听到咱里长的辛苦，咱家乡是黄伟条立委甲李退志议员，甲咱推荐的，所以里长的心声，阮有听到，不管任何一个里，阮一定未来有机会当选市议员，一定用阮上大的力量来帮助里长，互咱的乡亲甲咱乡民过着愈好的日子。至于淹水的代志，这是无应该发生的。阮即届真正是落了伤紧，落了伤大。包括阮柳爷八老爷你遮可能淹到骹尔阮也是淹到胸口。所以我嘛足辛苦的。所以这个治水的问题，阮有甲咱未来市长嘛好讨论，未来嘛会开足侪会来为了这个淹水的问题来解决。过后伫遮代表我太太新加乡预祝大家中秋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感谢咱新加乡先生沈先生来甲咱致辞伫遮感谢伊啦来换咱帮地乐团来演奏者，大家欣赏者，拍鼓者好无？好，谢谢李长。